可是路德说：“请不要叫我离开你，让我跟你一起去。你到哪里，我也要到哪里；你住哪里，我也要住哪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配得我们敬拜。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们要一起跟随主的脚步，主我跟你走，主你跟我走。一起拍手，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是因有故，紧紧跟你走。万王之王，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星星的路，我永不回头。哈利路亚！开启我的眼，开启我的眼，星星的双眼。那天使天君在身边，塑造我的心，塑造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星星的路，我永再次因你是万王之王，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耶稣，你已经战胜了死亡，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星星的路，我永不回头。一起高举我们的手，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星星的路，我永不回头。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星星的路，我永再次这星星的路，这星星的路，我永不回头。再次这星星的路，我永不回头。这星星的路，我永不回头。还让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他是我们永恒中唯一的盼望。阿们吗？阿们。让我们一起更大声音，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有一位真神，哈利路亚。阿们。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阿们吗？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
这世界上，唯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好，等一下我们来起应哦。等一下我们台上喊一句耶稣，你们也喊一句耶稣，这样可以吗？可以哦，那我们来试试看哦。好，准备开始喽。耶稣，欢迎你们！再一次，大声一点，耶稣。再一次，耶稣。耶稣，大声一点，耶稣，耶稣，耶稣。再次用最大声，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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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来，让我们用最大掌声，将我们的荣耀，将我们的感谢献上给这位永恒唯一的盼望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神，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黑暗中随时的帮助，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要用我们全人全心来敬拜你，愿你拯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一生有意义。感谢你，哈利路亚！我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你的爱是我从心的你。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
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相信你的应许，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我们要大声地说，主是我们相信你的应许。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亲爱的神，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在每一天都赐给我们勇气。主耶稣，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你，全心全意来赞美你。我们这一生都要跟随你的道理，跟随你到底。谢谢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主耶稣，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侍奉靠圣名祈求，阿门。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路得记的1章6到18节。邀请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他就与2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2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2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得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得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想法与我。”拿俄米见路得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大家平安。这个是个陌生的脸孔哦，有人有看过我？除了长老之外，咦？好，好。其实去年有去真理大学野外礼拜的举手。好，我有去的，不是我在那等你们。好，上帝很奇妙带领，在今年1月底之前，我在真理大学担任校牧。好，那但是我刚刚散步来，好，有人知道为什么哈？我刚才看一下我们周报，有点害羞呢。那周报那个报告事项啊，报告事项一直看到我名字，我都害羞。好，你们现在不要看，听我讲就好。好，我是隔壁，我从桃园长老教会走过来。好为什么？因为我明天下午要在桃园教会就任哈。今年我们教会要几周年？怎么回答人这么少？60嘛哈。桃园长老教会呢？140。140年没有遇过牧师娘也在当牧师的。好，就是桃园现在主任牧师是我的先生。好，然后所以你可以称我为牧师、牧师娘。或牧师娘、牧师，或者是牧师或牧师娘，好，然后by the way介绍，今天有一位稍微年长的新朋友坐在后面点头，我长得跟他很像，因为他是我爸爸。那怎么就先拍手？好，他是巫牧师，我的叔叔也是巫牧师，所以最好不要叫我巫牧师。我都嫌巫牧师听起来太老了，而且我先生是吴牧师，吴牧师跟巫牧师听起来有点错乱我比较喜欢叫我佩慈牧师以上。好，为什么我有机会来到这里大家有注意看到周报前面嘛，最外面写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好，我目前还是台南神学院桃竹苗区校友会会长，非常荣幸就有机会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神的话。南神历史也非常悠久在我讲到结束祷告完之后，会有短短的影片，那时候再更多的介绍。我们就一起回到圣经的经文当中。刚刚有听到路得记，我喜欢问问题，如果有知道答案可以回答，不知道就想一下也没关系。好，然后如果这样看一看都没人反应，我就会还是会讲下去了。但是可以的话可以回应一下路得记是发生在什么时代？有人有印象吗？什么时代？提示他前一卷书是什么书？圣经目录，赶快偷看。讲太小声。by the way， 我今天声音其实低了2度，我的鼻涕有点倒流卡住。我是女高音的，就是今天是女中音的声音。士师的时代。好，所以会提这个，就是因为后面要让大家更深的想，所以先放在心底这样。好，我们今天看的是路得记1章的6到18节。那1到5节发生什么事？很快的讲过去，有这样的记载。好，就是这一个家族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名字是3位男性的名字。首先，我接到讯息说我们用现代中文译本，可是我们刚才读和合本，好不管。那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拿俄米，发成拿俄美。好，所以我如果讲拿俄米，你们也知道是谁好，他的先生叫做以利米勒。好，应该很没有印象，因为只有1章前面出现，后面就消失了。然后以利米勒跟拿俄美的儿子叫做马伦基连。所以以利米勒
马伦、基连是我们最陌生关于路德记记载最没有印象的名字，应该是这样。就是因为在以色列百姓所居住的伯利恒遇到饥荒，所以这个男主人以利米勒就带着他的妻子跟2个儿子离开，他们选择去到一个地方叫做摩押。到那里，没想到过了几年的时间，竟然这个家中的男性就陆续的过世了。所以圣经这样记载，马伦和基连也死了，留下拿俄美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所以这叫做失去一切啊！在那个年代，女性无法独立自主生存，不好意思就是这样，没有先生，没有依靠，连2个儿子也过世了，所以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或许可以先来回想一下，在我们一生当中有没有曾经失去什么？生离死别、健康、物质、关系、名声、地位。好了，我们太年轻，还没有名声地位哈。但是你心爱的玩具小时候被抢了，在失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信心就动摇了一下。我不知道大家信主几年哈，不好意思，我还真不知道，连我认识的人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建基于在哪里呀？或许我们开始自我否定，但是失去好像是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提出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这个时候，好好想想现在的自己，也好好想想上帝可能要怎么样继续带领。你知道我来到新的地方都要尝试一下，还蛮顺利的，有按到的哈。在圣经经文有接续记载我邀请大家读圣经就一定要读，问问题可以不回答，圣经要一起来读好吗？第6节一起来读，请。拿俄美还住在摩押的时候，听说上主眷顾他的子民，使他们有好收成，就准备跟2个媳妇离开摩押回去。就在拿俄美和2个媳妇遇到他们生命当中很深的低潮的时刻，有盼望出现这其实是一个行动的开始，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但是这边的动词都是单数的，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拿俄美她主动安排这次返乡的行动，拿俄美做了决定要回去。看起来好像就是因为她已经没有丈夫，也失去儿子了，但是其实第6节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上主眷顾他的子民，使他们有好收成。我们圣经如果这样读到这，很顺理成章，很自然哈。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特别是有故事性哈，我们可以稍微揣想一下。有一些揣想是合理的，比方说，听到这他就要回去，很自然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们怎么有机会听说这件事啊？他们是住在摩押好，问完不一定有答案，但是上帝竟然让拿俄美听到这样的讯息，他就预备要回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上帝伸手介入在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其实路得记有2次记载，第1章记载了遇到饥荒，他们离开，但是上帝又赐福，使他们有好收成，所以他们预备要回去。然后在路得记最后1章。因为在我们前面看第1章的时候，拿俄美、路得跟他的嫂嫂俄尔巴都没有生小孩，就是路得跟俄尔巴没有生小孩，但是之后路得竟然又怀孕生子，而且所生的孩子还是大卫的祖先，这样子。好，然后如果我们看到第6节到第10节，可以稍微分段好，就是这一段话可以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指示，再来是祝福，再来是祈祷。关于指示
好，我们一起来读第8章前半段，就是上面那一行的经文，请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样的字句有没有一些敏感度，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奇妙？我们圣经读的世界都是父性为主的，竟然出现娘家好。父家才是圣经当中常常出现的记载方式。如果我们认真回去读，好，那有学者指出因为第9节很明显有看到，就后面待会会出现的，就是拿俄美想要安排2个媳妇，未来有机会再婚，所以讲娘家。好，下面这段经文，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24章28节，请。那少女跑回家里，把所发生的事告诉母亲和家里的人。来考大家一下，创世纪谁跑回家跟谁讲什么事？有点难哦，但是很有趣。利百加，懂了哦，发生什么事？亚伯拉罕的仆人接到那个命令，要去帮以撒找太太。好，然后呢，仆人就带了非常多的东西，他去到他们的故乡，然后与利百加相遇。然后那个利百加很强壮哦，不要把利百加想成很瘦弱的女子，不可能，因为她可以打水让10只骆驼都喝饱，那个水之多的要壮一点才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我们在座女生应该都无法。好，所以利百加听到，他圣经还直接记载哦，就是照当时代那个婚姻的习俗，会帮他套鼻环，超先进的。我们现在有鼻环嘛？好，手环、鼻环，帮他套上去，意思是说，你就是要嫁给我们家的那位公子了，好，所以就透过这样的记载，我们可能可以这样推测，就是母亲是在女儿选择丈夫的事情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所以，当拿俄美期待他的媳妇可以有好的未来，所以要她回娘家去。好，然后当拿俄美指示2个媳妇要回娘家之后，在离别之前，为他们向上帝祈求，求上帝赐福。好，我们一起来读第8节中间这段经文，请。愿上主以仁慈待你们，像你们善待了我和我故的人一样。在这个祝福里面出现一个希伯来文 Hesed， 下面有写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可能是仁慈、慈爱、信实、忠心种种的意思。而且这个字在路德记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 Hesed 有可能是怎么样的状态？有可能是让领受祝福的人可以活下去、生存下去，或者是说为了对方的基本需求、一些福利来做一些事情。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展现出黑血的这个人，他可以供给人的需求，满足人的需要。还记得吗？拿俄美是一无所有的，没了丈夫、没有儿子的人。所以他有什么能力可以供给他媳妇一切的需要？照他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把他的媳妇交托给上帝，愿上帝以他的仁慈，就是他的黑血来供给他们。好，第3个部分呢，就是祈祷。好，一起来读第9节，请。愿上主使你们2人有机会再结婚，都有归宿。再婚就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盼望因为她们没办法自己生存，已经成为寡妇，她这唯一工作只有妓女的选项所以如果她们能够再婚，生活生存就可以得到保障。接下去我们去看到很特别的反应一起来读，请。于是拿俄美吻别他们2个媳妇，就放声大哭，对拿俄美说：“不，我们要跟你回到你本族人那里去。”哇，放声而哭舍不得啊！但是更有趣的是，应该有看到不一样颜色跟你回去。
我等一下说回家，我会回哪？桃园教会，对对。虽然我们外面有欢迎回家哈，懂我意思哈？因为我现在就住在桃园教会牧师馆8楼啦，所以我是回那嘛。哎，这2个媳妇哪里人？哪里人？摩押人呢？她婆婆是哪里人？伯利恒人，怎么会是回去啊？有人想过这问题吗？有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哎，大家还在哈？还在，很奇妙呢。他们竟然说回呢？这个“回去”这个词哈，比较不是说身体地方转移。现在我在迦南教会，等一下我就会散步回桃园教会，明天早上会再来迦南教会，下午又回桃园教会救人，不是这种转换，不是地点转换，比较是社会地位的改变。更有意思的是，其实这段经文一直提到回哈，中文就回，英文有一些不一样，好 ，turn、return、go back、turn back， 不一样嘛哈，就是不一样才会不同字倒在一起，但是都是回哈。所以在这里特别就是描述俄珥巴跟路德要从他们出生地摩押，预备期待进入犹大支派的家族跟族群的景况。了解，他们说要的回是这一种回，去加入新的族群。其实圣经很有意思哈，这2天我密集的在桃园教会有上那个受洗班的课，跟很多弟兄姐妹分享，然后我们在回顾，我都会讲一件事，我说其实我们圣经可读性之高的嘞，为什么这样讲？一般宗教经典写什么？很有哲理的话写一堆，对不对？我们的圣经嘞，什么都写了。人犯罪软弱也写了，人被也写了，是吧？你不觉得它很真实吗？好，所以其实上帝话就很真实的记载人生命的困境跟软弱，也写着人跟上帝相遇的种种。在今天我们可能也面对一些困难挑战，或许是学业、工作、家庭，或者是服事。教会的未来都有不同时期不同的挑战，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负面情绪咻就跑出来了啊！ by the way， 我觉得我音效做不错，咻，还有陪着看讲，可能会开始自我否定，那个挫折感啪就把我们淹没了。有时候服事越多哈，台语听得懂吗？小夸能卡的时阵，我不是台语人，你们听得懂这种讲法吗？我爸爸是客家人，我们的祖先明朝就来，所以我说我不是台语人，但是我学台语可以用台语讲到之后，我觉得有时候台语比较生动。那能卡的时候，那个华语讲出来那个韵味哈，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负面情绪把我们压到不行了，或者是遇到一些情况，心里那个不平冒出来。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身边的遇到一些莫名其妙怎么会发生的事情，没有办法回应，你想不透哎。人生为什么会这样经历啊？不知道，而且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遇到挫折困难，特别是啊，有没有谁就自己选困难？好像没有了，不是这样。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出生命的困境？但是就在这样的旅程当中，别忘了，上主眷顾他的子民。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11到14节，好，记载很有意思，因为拿俄美2个媳妇坚持不要离他而去，拿俄美就再一次来苦劝他们，而且更详细说他的想法，讲他的主张。他先用很强烈的问句来提醒他们，一起来读经。拿俄美说：“女儿啊，拿俄美形容她自己已经超过可以生产年纪。如果我们照圣经记载是合理推断，她也不是乱说的哈。她认为自己太老没有机会再婚，她就继续对2个媳妇说：好，下一页，好，请看得到哈，可以哦，好来。”
就是按照过去他们很早结婚的风俗，拿俄美决定要回犹大的时候，她的确已经过了可以怀孕生子的年纪。然后拿俄美太老，不可能再结婚，没有机会通过结婚，然后再生儿子，然后等儿子再长大，这2个媳妇再嫁给他的儿子。这边如果我们注意到的话，其实拿俄美改变称呼。他称这2个媳妇为我的女儿，他温柔的呼唤他们，我的女儿们呐，劝他们改变心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景？在以色列传统，家族是要继承的，所以如果哥哥过世了，弟弟活着，他就要娶嫂嫂，留下后代，这样子。所以这边的情境是，拿俄美虽然知道有这样的律法，但是他更清楚知道北湖啊，他万一真的结婚了，哇，还要再生儿子，还要等儿子长大，媳妇再嫁给他儿子，再留后代，没有办法啦。更有意思是在13节，当拿俄美讲到上帝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主惩罚了我。”好，和合本是写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我们人生会有不同经历，我不知道现在你面对的是一帆风顺，还是有一些困难挑战，还是谷底。但是这时候拿俄美展现出自己的绝望。他说：“上主惩罚了我，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上帝可以供给维护人的性命，一切的需要，上帝会供应嘛，哈。但是拿俄美却深刻的认为上主没有照顾他。面对生命重大的变化，拿俄美强烈表达自己遭遇一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会向上帝祷告，哈，很多时候祷告是祷告什么？上帝，求你帮助我！上帝，求你给我恩典，赐我智慧。然后求很多，但是有没有什么时候祷告不出来，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或许求神改变环境，点，但是生命的问题，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却是更加需要主来引导的。在第2轮对话结束后，还是哭泣，然后俄尔巴就离开她的婆婆。讲到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件事：我们不需要去责备俄尔巴哦，知道为什么吗？婆婆叫他们回去，讲了1次不够，再讲了1次，所以俄尔巴就是路德的嫂嫂做的选择，只是听从婆婆的命令，可以吗？但是我们却又看到14节，但是路德还是舍不得离去啊。也是因为这样记载，所以很自然的就让我们专注看到路德会在接下来故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路德舍不得拿俄美那种情感的力量，是让路德愿意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自己的族群，去跟随新的对象。第15节，邀请我们再一起来读，请。拿俄美对他说：“路德，你嫂嫂已经回他本族和他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他回去吧。”其实拿俄美给他2个媳妇很不平凡的选择权，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告，继续苦劝路德。而且他对路德说的话，到第3次还是要路德跟他嫂嫂一样，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所以其实拿俄美鼓励的是什么事情？他是要路德持守自己的族群，还有自己的宗教这些传统。但是路德在这里的告白是一位妇女对另外一位妇女，一个寡妇对另外一个寡妇，一个媳妇对她的婆婆，表明愿意委身的意愿。16节一起读，请。可是路德说：“请不要，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路德其实他没有想，他如果留在他的家乡摩押，有机会遇到的好姻缘、美好的前程。另外一方面，其实路德也不知道，他选择跟他的婆婆回到婆婆的家乡的时候，那里的人会不会接纳他呀？但是他已经做好选择，他愿意跟着回去，也表明他是愿意承担照顾有年纪婆婆的责任。然后路德说了什么呢？再一起来读，请你到哪里，我也到那里；你住哪里，我也住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还记得前面刚刚我有提到拿俄美才要俄尔巴回到他的族群跟他拜的神明那里，但是路德表明要拒绝拿俄美的提议。再来想一下，这个上帝对拿俄美来说是他从小信仰、认识、经历过的上帝。虽然他认为上帝惩罚他、伸手攻击他，但是对路德来讲，这个上帝是怎样的神？是他结婚之后有机会从他的先生或者他公公婆婆口中讲出来的上帝耶。所以听说跟自己有所经历是不一样的耶。所以路德其实是面临选择的，一个就是跟着嫂嫂俄尔巴也回到摩押去，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跟着她的婆婆拿俄美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伯利恒去。所以路德做的选择呢，就是超越族群文化，献身给另外一个民族。其实这需要很大的调试哎。好，同仁教会今天下午问道班有4位香港朋友预备下礼拜天要转会籍，在他们分享，特别2019香港一些事情之后，他们真的就来到台湾，就上帝很奇妙带领哈。但是跟你们分享有趣的，那个弟兄姐妹分享说，来台湾最需要适应的一件事情。好，台湾人说还好，他说，比方说，这个咖啡还好，代表什么意思？不好喝，大家都懂了吼。然后他形容我们台湾人是怎样，外热内冷，每个看到新朋友，你好你好，但是内心又比较冷冷的。然后香港人比较是外冷内热，好，大家可以体会啦，那是他们的感受哈。但是还有意思就是，不同的族群文化有太多要适应的，所以我们教会预备转会期的香港朋友就说，还在尝试理解啊。同事说的还好是什么意思？是真的好还是不好？还是但是我们再回顾一下，刚刚一开始考试路德记是哪个时代？士师的时代。士师记的记载很精彩、很丰富有一些很出名的人参孙基甸之类的，对不对？在那个年代，就是以色列百姓不断的选择背离上帝的时候，是吧？哇，背离上帝，上帝又惩罚，派外族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哀哀叫，然后上帝又派士师兴起，他们又回转，就这样一直循环嘛，对不对？但是路德展现的爱跟忠诚，形成很强烈的对比耶。就在同一个年代，这个外国人，这个寡妇，这个媳妇，最后路德说明他愿意的是什么？是一生的交托。他说什么呢？好，一起来读经。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要是我被试，愿上主重重地惩罚我。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台湾也是啊，葬在哪重不重要？还有人在重要啊！你有想过你要葬在哪吗？还没想，也可以先想嘛，先想起来放，没关系。可是那个风俗文化就是要葬在祖先代代相传的故乡，是重要的事情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比较 fashion 树葬、花葬、海葬，好。但是你可以想象，你阿公阿嬷就是都没有计划吗？好像也不会，你了解我意思哈。古代青铜也是这样，所以
他说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而且还直接说，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就是我就是要跟着你了。所以在这一段对话准备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拿俄美发现一件事。好，一起来读18节，请。拿俄美见路德坚决要跟自己走，就不再劝阻他了。他发现他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路德的决心了。他是用死在哪、葬在哪做好了决定。我们很快回顾一下哈，我有做 PPT， 好。以利米勒这个家庭是因为遇到饥荒。饥荒的意思其实也是生存问题，是不能存续啊，所以选择离开。但是没想到上帝带领也太妙了，这个家族的男性竟然都过世了。就在拿俄美感觉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竟然可以听见上帝眷顾他的子民啊，使他们有好收成。和本说4粮食给他们，哇哦，这么好。其实我们真的无法了解为什么会有困苦苦难发生。好，其实我们在座的弟兄应该更深有体会哈。有时候竟然会遇到一些灾难，我不懂。好，上礼拜其实有参与一个服事哈，就是因为我爸爸也是牧师嘛哈，我在20多年前有参与一个乐团的服事，都是牧师小孩。但是上礼拜我们在台北复兴堂有一场纪念音乐会。听得懂纪念音乐会的意思吗？我们其中一个同工，他被上帝带到美国成为牧者，但是就在去年的时候，他身体很不舒服，看了医生。在美国医疗，台湾健保真好，by the way。然后他就自己开车到药局，走到药局，竟然就倒下去，就过世了，47岁。然后其实最近有个新闻事件，有人就这样被杀了，不懂，完全不懂，怎么会这么年轻啊？当然我们最好不要遇到，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我们人生旅程当中会遇到各种你不了解的挑战、困境、难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要记得，上主仍然眷顾他的子民啊！上帝会开路，开什么路我们不知道，可能不是我想的那种路。拿俄美用好似母亲的心，要他的媳妇们回娘家去吧，希望他2个媳妇可以有好的归宿，可以再婚呐。路德没有去看他可能会遇见的困难挑战。记得到了新的族群，没有这么轻松容易哈。他的信仰告白说：“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还是不知道你们信主多久，但是你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你对他有怎样的认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吗？还是圣经里面写的那一位神跟我没啥关系？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其实我们都需要跟神建立关系我们需要来认识他，自己来认识他。这个信仰很有意思，是我们来信主之后，通常不会就一帆风顺，甚至你愿意委身献身的时候，挑战就来，考试就来了。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前路啊，你相信吗？他仍然引导，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他，不是吗？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从过去到现在一路保护引领，求主继续施恩，让我们能够选择跟随，更加明白你的旨意，并且用生命来回应主你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有任务，因为我是代表男神来请安报告，所以有个短短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有去过台南神学院的举手哦，漂亮哈，整修完嘞，可以再去哦。好，谢谢。亲爱的众牧长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看过台南神学院的历史，从1869年设立到现在已经100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很感谢上帝的带领，以及历任的院长，还有老师，还有众弟兄姐妹，为了这个学校的关心、代祷跟奉献。台南神学院立案之后，要面对很多公部门的要求，当然也有很多的功课要面对，也有很多的挑战，我们要去应验。但是上帝的保守跟带领能够顺利走过很多的困难。我们再次恳求呼吁弟兄姐妹继续关心台南神学院，为神学院代祷跟奉献，也特别呼吁大家能够介绍优秀的青年来读神学院，来广传福音。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
耶稣要跟我们讲的话。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你的爱是我重新的力量。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膀臂不放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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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们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主耶稣，在人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的挑战难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够相信上帝必保守预备，
也让我们能够在平时就能够记得常常亲近你，有更多的认识你、经历你。现在我们献上才能、金钱、时间作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让我们再次用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拍手来赞美他。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阳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在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将忧伤变为喜乐，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请坐。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首先要先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好，先是今天有静怡师母，我们牧师娘的爸爸妈妈来到我们当中，大家掌声欢迎，欢迎欢迎。好，那帮我按一下下一页哦。还有一个叫做魏威婷，她很久没有来了，我们也欢迎她，她是社青的组员，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去欢迎她哦。好，那今天呢是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佩慈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因为这礼拜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互相来关心、来代祷以及奉献。那我们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佩慈牧师，记得要叫他佩慈牧师哦。他接下来要在哪边就任呢？考考大家。很棒，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下一页，好，5月4号呢，即将举行今年度的第3次圣礼典。那想要受洗的人呢，包含成人洗礼、兼信礼、信仰告白、小儿洗礼，请在4月13号之前呢，向区长或小组长完成报名。对，然后呢，我们在洗礼之前呢，要完成基要称礼的课程哦。好。那再来就是3月30号要召开第419次的长执会哦，请各单位呢在座的长执要记得在3月26号以前缴交报告。那如果真的不克参加，请向陈牧师请假。好，再来是清明节追思礼拜，请在3月30我们要在3月30号举办追思礼拜，那请在3月23号。最晚哦，3月23号以前，向干事室报名登记，你想要就是继续保留追思的故人的会友这样子，那可以看周报第3页、第4页是已经登记的名单。好，再来就是松大有办一个3月26号礼拜3的讲座，10点半到12点，从经络谈养生哦，对这个有兴趣的会友可以一起来参加，可以来询问。
好，再来是纯丽尬袜的活动，4月26号哦，4月26号就要开始了，很紧张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赶快去邀请你的 best 啊？好，请想好3位你想要邀请来参加茶会的非基督徒的亲友，太多字了，不好意思。然后呢，在上面写下他的名字。小组长应该都有做到这件事情，有发下小卡，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写下3位，然后为他祷告，然后来邀请他。好，再来就是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的5月17号、18号的全教会退休会，因为今年是全教会退休会，所以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参加。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延后报名了。看看牧师多想要我们参加啊！4月13号哦，4月30、13号还没有参加的赶快哦，尤其是同工啊。好，目前有3人房跟4人房都还可以再报名哦。好，那补助的部分呢，就是会有可以补助500块，然后青年牧区又再补助500块，所以如果你是青年学生的话，你可以补助1000块哦，赶快来报名。好，那再来就是也是跟学生很有关系的生日助学金，3月23号截止哦，所以如果你的成绩有到，出席有到，赶快来申请。好，再来是华语牧区举办的4月20号复活节踏青宣教活动，也是一样，明天很多东西都明天截止哦。请尚未缴费的会友或是还想要报名的朋友，赶快去报名。那当天复活节当天只有1场礼拜。所以用完爱餐之后呢，请自行前往春天农场，然后下面有一些交通的方式，12点50之前报到，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揪团啊、搭车啊，或计程车或是公车哦，都已经帮你把公车路线查好了，506、5137 BR 中线哦，好。好，再来是哇，大家很忙哎，60周年环岛之旅哦，4天3夜哦。目前呢，第2梯次6月23号到26号的梯次已经报名了20位，第3梯次9月22号到25号已经报名了4位，欢迎大家赶快报名第3梯次。好。好，再来我们我们佩慈牧师很害羞，还是要一直欢迎的。我们佩慈牧师，请问明天下午3点有什么事呢？佩慈牧师的就任感恩礼拜。偷偷补充，来有很好的点心礼物、伴手礼、加热的咸蛋糕，哇，就大方的来吧，好吗？马上报道啊！好，欢迎哦。那刚刚忘记补充报告，还有那个佩慈牧师的爸爸吴牧师在我们当中，也掌声欢迎一下吴牧师。好。接下来呢是新竹中会，我已经讲到音乐都没了，再一次，新竹中会北区妇女事工部5月7号礼拜3举办的母亲节1日游，那在我们电梯里面有公告哦，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请假处于长老，然后4月13号报名截止，还有吗？哦，好，再来就是我们就是恩典的爸爸3月12号的时候蒙主恩召，那我们非常的惋惜。4月3号呢1点，那是连假那一天，所以大家如果时间 OK 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参加在桃园殡仪馆的至真堂举行入殓礼拜。那1点半会是告别礼拜，3点会是火化礼拜这样子。那家庭安慰礼拜是4月1号礼拜2晚上7点半，那就请小组员啊、小组长可以的话就出席一起来关心。好，那再来就是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目前陈牧师夫妇以及会友14位已经在德国了，已经在参加了。我们持续为他们的旅程顺利代祷。好，那再来就是复兴小组的林明德还有郑丽雅夫妇，在3月20号产下1名男婴。好，感谢主以及赐福他在他们的新生儿跟他们育儿的路程。好，再来是 YZ 小组的林荣贤弟兄以及冠珍姐妹，那他的未婚妻是在台北的民主路教会聚会的。那3月29号下礼拜6的10点会在济南教会办婚礼，愿神赐福这对新人。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嘉青一样在这边，那 YZ 小组在隔壁，那我们就互相关心一下，互相请安。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了。谢谢。